Hello， 大家好，我係 Carrie 李若凡，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黃金嘅睇法。咁今年年頭嘅時候，黃金表現咧就非常之強勁嘅，但係咧喺呢個戰爭爆發咗之後咧，反而表現咧係比較疲弱少少啊。但係其實都唔單止係黃金咁樣啦，我哋見到日元啦同埋瑞郎呢啲傳統嘅避險貨幣咧表現都比較失色嘅，黃金更加係大跌咗超過20%。點解會咁樣呢？主要係因為以下幾個因素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見到喺個市場咧比較擔心戰爭會對一啲風險資產帶嚟比較大嘅下行壓力嘅時候咧，都會提早準備定一啲現金咧去應對翻可能出現嘅補倉嘅一啲情況啊。咁啊，最主要就會係拋售一啲已經獲利緊嘅資產啦。咁黃金絕對係首選嚟嘅。其次咧就係有啲央行佢需要捍衛自己嘅貨幣咧，因為貶值得比較犀利，咁啊就需要拋售一啲資產。咁譬如土耳其央行咁樣嚟講咧，佢哋揸呢個黃金仲多過美債，咁當然咧都係首選拋售呢個黃金嘅，唔代表其他央行都做緊同一樣嘅嘢。咁啊，第三個情況嘅話就係喺個戰爭爆發咗之後，我哋見到美金表現咧相當之強勁，同時之間咧，大家亦都因為擔心通脹會令到聯儲局轉為去加息咧，咁美債收益率向上，亦都不利呢個以美金計價同埋冇息嘅呢一個黃金。咁啊嚟緊嘅話咧，主要係睇兩樣嘢咧，睇油價同埋美金嘅走勢。我哋留意到嘅就係每次油價去到120美金每桶左右嘅水平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會出嚟咧，係嘗試去緩解呢一個戰爭嘅。咁最近亦都係同伊朗達成咗2星期嘅停火協議啦，令到油價直情翻返去100美金每桶樓下嘅水平，令到美匯指數咧都係冇辦法進一步向上啦，喺100.5左右咧，亦都有個阻力嘅。咁呢兩樣嘢對於黃金嚟講咧，應該係講係一個好消息啦。我哋亦都覺得黃金應該已經叫做見咗底㗎啦，大概喺200天線左右嘅一啲4100美金每盎司嘅水平。咁至於話有冇機會進一步向上嘅話，我哋都覺得機會係比較大嘅，因為我哋睇翻一啲長遠嘅嘢啦，包括講緊呢一場戰爭之後，其實講緊聯儲局主席都有提及，佢哋唔會係去主動應對翻戰爭帶嚟嘅通脹壓力，即係話可能嚟緊佢哋仍然比較大機會減息嘅話，對於黃金嚟講就係一個利好嘅因素。其次嘅話咧，就係好多嘅國家因為呢一場戰爭都會開始增加翻啲國防嘅支出，長遠大家都會擔心發達國家嘅財政可持續性，咁亦都會首選啦用黃金去對沖翻呢一個風險嘅。咁再嚟嘅話，我哋亦都留意到好多嘅央行咧，亦都係繼續購買黃金。更加重要嘅係 ETF 喺呢一個戰爭開始咗之後，出現咗一輪嘅資金外流啦，持有黃金嘅一啲 ETF。咁但係最近咧又重新見翻資金嘅流入啦，呢個絕對係一個好好嘅信號啦，話翻俾大家知，投資嘅需求仍然係強勁嘅。咁啊，相對應地，黃金嘅一個供應啊係相當之緊張、相當之稀缺嘅。咁喺個需求強勁、供應又比較短缺嘅時候咧，其實黃金長遠個價格向上嘅機會都比較大啲。而技術層面嚟睇嘅話，如果黃金價格可以守住喺100天移動平均線，大概喺4671美金每盎司左右嘅話，咁我哋都相信2023年年尾以嚟嘅一個上升嘅軌道都係保持完整嘅。咁嚟緊咧，如果個戰爭進一步緩和嘅話，有機會嘗試突破50天線啦，大概喺4914美金每盎司左右。而我哋今年上半年嘅一個目標價格5300美金每盎司咧，都係維持不變嘅。下半年目標價6250美金每盎司，亦都維持不變。整體我哋對黃金嘅睇法都係比較樂觀為主。咁今日對黃金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下一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最近表現相當之強勁嘅人民幣嘅睇法，敬請期待。